现在请大家热烈掌声，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演出。 哇！热烈掌声，谢谢，非常感谢我们魅力金三角艺术表演团精彩的缅甸欢乐泼水舞的呈现，再给我们的姐妹们一个热烈掌声，感谢您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表演登场前，我们预告一下有没有人捡到绿色的钱包？绿色钱包上面有贴熊猫造型，绿色钱包上面有贴熊猫的，赶快到面对舞台左边来归还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下一个表演的团队呢？